弟兄姊妹早晨。喺近來呢，有位神學院嘅教授呢，佢喺網上面佢寫咗一篇文章。喺呢篇文章入邊呢，佢分享到同一班基督教嘅教牧同工去分享到講道呢樣嘢。咁佢就勉勵啦，教牧同工講道啦，就唔好為咗避開阿媽係女人嘅信息，而係呢就加鹽加醋，又喺度呢做好多嘅創意，令到呢本來聖經純粹係想講阿媽係女人咁簡單嘅道理，就變得呢係越嚟越複雜，甚至呢已經脫離咗聖經所講嘅。咁當我睇完呢啲經文之後呢，再睇翻我今日所預備嘅信息嘅時候呢，原來發現呢，我今日都係想講阿媽係女人呢個道理。所以今日嘅經文呢，即係呢個主題呢，亦都可以稱之為呢，其實阿媽係女人。媽媽今日母親節，其實媽媽呢個角色呢，其實係我自己人生所經歷入邊呢，事實上係俾我有好多嘅祝福。首先講我媽媽先。我媽媽係一個非常之有計劃嘅人，好有遠見，未雨綢繆。印象最深嘅就係喺我小學嘅時候，當我讀1年班嘅時候，佢就自己喺出邊社區中心讀2年班嘅課程。媽媽嘅即係以前嘅學歷未必係太好，但係呢，佢逐級咁樣俾我讀多1年，以至呢可以翻到嚟去教養我咁樣。所以呢樣嘢呢，係可見佢係非常之有計劃嘅人。喺我每年開學嘅時候，都會攞一堆全年即將要做嘅所有嘅功課、作業等等。佢嘅第一時間做嘅就係將所有作業通通走去影印鋪度影印一個 copy。而家個重點唔係版權問題，而係喺我每次嘅測驗考試嘅時候呢，我都要重新再做多次當年嘅一切所有嘅作業，以至我要去考好個試。父母呢，其實都好願意投資喺我身上。喺我由小學2年班開始就開始知道我中意畫畫，就中意呢投資我每個禮拜呢都去畫室去學畫畫。咁當時啲畫布啊、顏料啊都好貴嘅，但係呢父母都願意投資。大概喺我初中嘅時候，我開始覺得學咗咁多年已經唔想再學啦。我唔知道你嘅子女去學一樣嘢嘅時候，會唔會學到咁上下就唔想再學？咁我就同阿媽講就話：我唔想再學啦，以後我都唔想再學畫畫啦咁樣。咁媽媽因為呢覺得我半途而廢，所以呢就反對我。咁不過呢，佢又容許，咁你就唔使每個禮拜去啦，不如隔個禮拜去啦。咁我氹底下呢，又開始由學到呢去中七，咁上埋大學讀藝術咁樣。咁所以媽媽喺我生命入邊呢，其實呢都有好多嘅影響同埋祝福。第二個祝福我嘅母親呢，就係我太太嘅媽媽，外母。外母係一個好勤奮、好勤力嘅女士。好勤奮、好忙碌嘅過程入邊，其實佢嘅脾氣都係好好，EQ 都係好高嘅，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心地善良嘅女士。亦都對我最實際嘅祝福，當然係佢教養咗一個好好嘅老婆俾我啦。所以第三個祝福我嘅母親呢，就係我太太嚇。今時今日做3個仔女嘅媽媽，辛唔辛苦啊？好辛苦啊！更何況係9月尾呢，佢要做第4個細路仔嘅即係媽媽。冇錯，我9月尾又再做爸爸啦咁樣。咁所以呢，我人生係處處充滿俾母親嘅祝福咁樣。所以喺度呢，好欣賞，亦都好多謝呢母親對我自己嘅祝福。弟兄姊妹喺你嘅身邊呢，其實有冇一啲母親都係圍繞住你？而上帝點樣透過呢啲嘅母親呢，帶俾你人生嘅一啲嘅祝福呢？如果喺聖經入邊要思想母親呢，其實大概都有好多母親嘅故事可以揀嘅，譬如撒萊啦、夏甲啦、哈拿啦，甚至拉合都係啦，可能瑪利亞啦等等。而我今日選擇嘅就係夏娃。夏娃呢，喺創世記嘅3章20節，佢講佢係眾生之母一個係全地嘅母親啊，上帝所創造嘅第一個女人。
嗱，但係呢，我今日所講嘅主題係唔係3章20節，係反而係再推前少少2章18節，喺夏娃未有攞做母親之前，佢原本真正嘅身份係上帝所創造嘅女人。所以阿媽真係女人嚟嘅，呢樣嘢係真係要強調。母親呢樣嘢呢，其實或許可能係一種偶然性嘅人倫關係。所以呢度就算喺堂會內嘅，或者係你家中嘅女性呢，你都未必係母親。咁但係女人呢，就卻係呢上帝創造過程嘅一種必然嘅創造。所以我今日呢，想同大家思想嘅就係透過女人嘅被創造呢，喺母親節呢個日子呢，去嘗試去讓到眾母親，或者甚至係眾女性，或者女性身邊嘅一切嘅男性，一齊回歸返創造女人嘅上帝。阿媽係女人嚇。咁所以呢，我哋先去睇返個經文。經文嘅第18節，佢係咁講，就係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做一個配偶，幫助他。喺經文入邊呢，我哋發現女人嘅出現，女人嘅被創造係因為一個唔好。當你日子耐咗，讀得多創世記或者聽得多創世記嘅研經嘅話，你都肯定知道創世記1章嘅創造入邊，好呢個字呢 Tov 係一個好關鍵嘅字眼，因為第4節、第10節、12、18、21、25、31一直都講神做完一啲嘢就好啊嘛，看着是好，好啊好啊，講咗起碼至少7次，而之後唯一次最突破性嘅不好係出現於那人獨居。那人獨居，上帝喺創造嘅角度入邊，佢覺得呢樣嘢唔係好嘅，唔好嘅。咁但係獨居呢度翻譯嘅獨居就唔係講緊個關鍵係你獨居定分居定同居定群居啊等等，而係講緊亞當一個唔夠，唔好。呢個好同唔好喺創造嘅角度嚟講，創造本身上帝好係講緊嗰種圓滿、嗰種 perfect 嘅狀態，但係那人獨居係一個不好嘅狀態，係創造嘅唔圓滿，係創造嘅缺陷。而我哋留意呢，那人獨居不好係邊個提出嘅呢？就唔係那人提出嘅。即係唔係話亞當就同阿耶和華講：喂，我好悶啊，可唔可以做個女人俾我去陪下我啊，玩下？唔係咁嘅意思，而係上帝耶和華主動話呢件事唔好。所以女人嘅創造唔係為咗解決男人認為自己嘅不足，所以呢要做個女人嚟去幫助佢，而係女人本身係上帝創造一個不能缺乏、不能或缺一個完整個部分。要等埋女人出現，成個創造耶和華先認為係好嚇。咁耶和華點解決呢？耶和華就話：OK， 佢嘅解決辦法就係要為他做一個配偶幫助他。呢個配偶幫助他原本係原文係咩啊？幫助者啊 ，helper。哇，講到女人咁次等嘅，彷彿好似男人要做大事，要做一個助手俾男人去協助男人去幹一番大嘅事業。呢個幫助者本身並沒有次一級嘅原因，因為呢經文亦都用幫助者，聖經亦都用同一個字呢係嚟形容上帝嘅。包括呢3字經文我唔讀啦，主要係呢當聖經亦都用同一個字係形容上帝係我哋嘅幫助嘅話呢，其實本身呢個字呢就冇一個貶義嘅意思喺度嚇。甚至喺呢度所講嘅男人同女人之間呢，係一種互補性，係一種各人係自己嘅時候呢都有缺陷，但係呢當上帝擺埋一齊嘅時候呢，能夠可以互補不足。所以男人需要女人，女人需要男人。唔係講性啊嚇，唔係講性呢個層次，而係喺創造嘅觀念入邊呢，男人係需要女人，女人亦都係需要男人。
嗱，當我哋睇到第18節嘅下一，你未睇落去，你估下一節應該係做咩？理所當然，當耶和華講完呢句説話嘅時候，下一步就應該係創造女人啦。但係聖經作者並冇咁做，佢佢補充咗一個情節，就係19至20節。呢個情節係咩嚟呢？就係佢講到那人呢，耶和華帶晒好多嘅動物啊，各樣嘅活物喺到人嘅面前，個人叫咩，即係發出啲咩聲音，佢就係即係叫做咩名咁樣。佢將呢個情節突然間鏡頭一轉，補充一個情節，就係呢一個起名，即係那人向眾活物起名嘅一個嘅情景。而呢個情景最重要想鋪陳嘅係乜嘢呢？其實就係最後嗰句啫。最鋪陳嘅就係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其實最想講嘅就係啊，真係全地一個都冇，揾勻晒。耶和華逐批動物咁樣擺喺亞當面前，叫晒啦又成個即係叫晒成個禮拜啲動物大遷徙咁滯，即係俾晒 show 晒所有動物，一個全地一個活物都冇係亞當所遇見嘅嗰位。所以其實聖經嘅作者更加鋪陳一個用文學角度係更加鋪陳一個突顯嚟緊有一個重要人物出場誕生。就係呢21節呢個嘅女人啦。咁21節、22節呢，耶和華就開始做嘢啦。佢做咩啊？首先麻醉咗亞當先啦，就係讓佢呢能夠可以即係瞓着沉睡。跟住呢，就攞一條肋骨啦，同埋肉合起嚟做成一個女人。嗱，我哋留意到22節呢，耶和華係講耶和華呢領呢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嗱，呢個就好似呢頭先嘅一段經文，就係第19節，就係呢耶和華帶一切嘅活物嚟到人嘅面前。但係今次呢，耶和華領嘅就唔係其他嘅即係動物生物，而係有一個驚喜俾亞當，有一個驚喜俾人。當亞當醒咗之後，做咩我瞓着咗嘅？我醒啦嘅時候呢，耶和華就話：亞當你醒啦咁樣。咁亞當就話：係啊，咩事啊咁樣？可能佢已經好灰心，你又俾啲動物我啊咁樣。耶和華就喺後面即係女人就係真係喺背後嘅女人收埋先。亞當你過嚟啊，俾啲嘢你睇，驚喜嚟嘅。亞當咩事啊？你又俾隻動物我？唔係，一拉出嚟呢，係一個女人喺面前。哇！呢個嘅驚喜呢，亦都係似乎喺22節呢個嘅圖畫呢，亦都可能係後世一啲婚禮嘅禮儀入邊被應用咗出嚟當喺呢個教堂入邊新郎哥企喺度嘅時候，爸爸就帶住新娘子慢慢帶到去即係新郎哥嘅面前等等。呢個驚喜呢，我哋就會留意到呢，其實除咗呢個驚喜之外呢，更加聖經學者就會留意，喂，點解係肋骨呢？點解唔係其他骨呢？等等究竟點解係肋骨？有好多嘅原因譬如猶太人嘅拉比就會話啦，上帝其實都傾過度過，究竟用乜嘢嚟係做女人嘅？咁猶太人嘅拉比係點講呢？原來上帝就話唔好用頭嚟做女人，因為呢就免得佢傲慢就唔好用眼睛嚟做女人，係免得佢好奇多事。又唔好用耳仔嚟做女人免得佢偷聽。唔好用嘴巴嚟做女人，免得佢呢即係一輪嘴咁講嘢。呢啲呢都係猶太人拉比自己吹出嚟嘅，即係一啲靈異嘅解釋。咁點解係肋骨啊？肋骨係因為呢唔起眼啊嘛，所以呢用肋骨嚟做女人呢，就係要佢謙卑落嚟，謙恭咁樣。咁呢個呢係拉比佢自己嘅意思演繹。咁有啲人就研究肋骨本身呢個字即係原文嘅字根，又好似旁邊側邊嘅意思。其實想表達佢最想解釋就係呢：原來女人同男人都係平等嘅啫，就冇分上下等等。靈異嘅解法呢，就因人而異。不過我認為其實個重點其實都唔係乜嘢骨，個重點係23節。那人嘅回應，嗰個人嘅回應係乜嘢呢？
那人即係見到女人喺面前嘅時候呢，其實已經用講嘅嘢已經表達唔到心情，要點啊？要唱出嚟啦！容許我唱出嚟，不過唔好意思，melody 已經失落咗啦，唱唔到出嚟。佢要用一首歌嚟去表達啊！這是我骨中嘅骨，肉中嘅肉咁樣。骨肉啊，喺華人嘅文化傳統入邊，通常骨肉係講緊仔女嘅啫。我嘅骨肉啊咁等等，特別係母親係咪？母親10月懷胎，真係自己嘅骨肉咁滯啦嚇。但係喺聖經嘅骨肉其實就係講女人喎。嗱，從呢首歌嘅平衡，呢首歌嘅平衡嘅話，如果亞當見到女人，佢係講話我嘅骨，我嘅骨中嘅骨，肉中嘅肉嘅話呢，咁我自己就會可能去演繹就係，其實耶和華都唔單止攞咗骨嚟係做女人啊，可能攞埋那人嘅肉添嚇。咁不過呢，好少人都會提到呢咁樣嘅。咁但係呢個重點都唔係佢攞乜嘢骨同乜嘢邊一忽肉，而個重點係咩呢？個重點係那人的骨同埋那人的肉。女人係用男人嘅肉同骨佢所造成，喺創造呢個嘅典故入邊，男人同女人之間冇錯係有性別嘅區分，但卻係你之中有我，我之中有你，嗰種不能分割嘅合一性喺度。喺創造嘅角度係咁樣。嗱，當我哋睇到呢，那人遇見女人嘅時候，佢亦都講咗句説話，就係我要稱佢為女人，因為呢，佢係從男人身上取出嚟嘅。如果我哋睇和合本中文聖經呢，其實有好多好微妙、好美麗嘅字眼呢，我哋失落咗。我哋試下用少少時間呢去理解下整個嘅文學意思啊。亞當本身呢，係原文就叫做亞當，其實你都直譯翻嚟叫亞當咯。但係原來呢，一直呢，我哋成日講緊那人呢，就係只不過係亞當前邊加多一個字母叫下亞當，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定冠詞 definite article the。所以本身亞當嘅意思就係人，好簡單，人咯。咁而那人就係呢，通常咁就會翻譯做那人。咁而女人呢嘅原文就叫做 Isha， 男人叫 Ish。你發現啲字眼都好似嘅，基本上呢係爭一個字母。佢哋呢，希伯來文嘅原文呢，其實甚至玩緊一啲嘅字眼 wordplay 嚇。但係成段嘅經文，我哋發現呢，你會發現其實絕大部分呢，其實創世記我哋呢就睇中文聖經，總之唔好理啦。總之嗰個咪嗰個人，跟住嗰個人咪男人，嗰個咪亞當咁算噶啦。但係若果睇文字嘅話呢，其實就刻意未有男人出現，一直都係講緊哈亞當，那人，一直講落去。唯一一次喺呢度出現嘅亞當呢，就調翻轉和合本又冇譯佢亞當，就叫做繼續譯那人。就係呢，只是亞當冇遇見佢嘅配偶。但係當上帝創造咗女人 Isha 嘅時候呢，第一個聖經出現嘅 Ish 男人呢，就先至係出現喺度。嗱，你會發現呢，本身嘅文字文學嘅表達嘅方式入邊呢，其實那人遇見女人之前呢，一直都係叫那人下亞當。當佢遇見女人嘅時候，佢原來先至意識佢係 Ish， 佢係男人。嗱，呢個呢，其實係一個好深嘅深層嘅意義，就係原來上帝創造人呢，係創造喺一個關係嘅網絡入邊。人係需要透過遇見一個他者，一個其他嘅人，係能夠界定自己喺上帝面前嘅身份。呢個係一個創造嘅奧秘。一陣間我哋會翻去呢個嘅即係呢個信息入邊。咁所以那人當佢遇見女人嘅時候，佢意識到呢個女人係從男人而出嚟嘅。而24同25節最後嘅呢兩節呢，
我哋好熟嘅經文，特別喺婚禮入邊成日都出現嘅，就係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亦都係中文聖經嘅翻譯嘅問題呢，我哋都會失落咗少少嘅趣味。原來人要離開父母個人呢係 ish， 簡單嚟講，原文就係男人要離開父母。如果講文字嚟講，佢冇叫個女人離開父母。不過呢個呢，之後與妻子聯合係與 Isha 聯合，妻子都係後期改落去嘅，以後期嘅婚姻制度就當和合本嘅翻譯者去翻譯嘅時候，當佢聯合有性嘅關係，咁一定結咗婚啦，所以配個妻子落去就啱。所以本身個原文就係男人要離開父母，與女人聯合，二人成為一體，就係咁簡單。而當時夫妻亦都冇夫字，就係夏亞當，那人就要同女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呢個就係本身嘅原意。嗱，冇錯，創世記最後男女嘅契合，特別係性嘅方面呢，係創造嘅第一男同第一女嘅高峰。但係男女嘅婚姻關係呢，其實唔係永恆上主創造嘅原意。婚姻制度就更加係後世社會嘅產物。我哋睇見完美嘅神子耶穌基督呢，在世呢，佢冇走進紅地氈嘅，佢冇走進教堂結婚。所以呢，生養眾多遍滿全地係亞當夏娃嘅使命，佢哋真係要聯合去生落去。但係呢個不是永恆，每一個世代所有嘅男女都必須一定要非履行這個使命不可。每個人每一代都有唔同嘅使命。所以呢，若果冇伴侶嘅弟兄姊妹亦都冇兒女嘅弟兄姊妹，如果你因為呢節經文而感覺到自己創造上有缺失嘅話呢，其實呢樣嘢係無謂嘅。今日我都唔着墨於喺呢度。讓我哋呢去辨識一下創世記創造女人呢個嘅信息呢，對今時今日呢，我哋男男女女有冇一啲提醒？特別母親節嘅日子，特別對母親嘅一啲嘅勉勵嚇。或許講壇只係開始，聖靈呢會繼續引導我哋。首先第一點，真係俾翻阿媽做翻女人。阿媽係女人，原來係要再強調嘅。阿媽係乜嘢呢？喺創世記，夏娃係幾時做媽媽㗎？係4章1節。喺4章1節之前呢，夏娃係嘅身份係咩呢？佢係上帝所造嘅女人 Isha。我哋太過強調母親啊，有時母親。不過我哋好少強調女人㗎。正所謂呢，養兒100歲，長憂99。當你呢成為咗媽媽嘅時候呢，咁一世嘅，係咪？即係深似海咁樣嚇。一切圍繞你嘅其實都係仔女佢嘅健康啦、興趣班啦、信仰啦、選校啦，之後入學啦、升學啦、人際啦、學業啦、戀愛啦、就業啦、婚姻啦等等，其實好多嘢陸續有嚟。有啲人呢亦都未必係 ready 做母親嘅時候就做咗母親，但係先至發現呢，教養子女原來係一個好困身嘅事，過程入邊呢，好叫苦連天咁樣去捱每一日咁樣。所以呢，有人見到遙遠見到母親呢個角色帶嚟嘅咒詛容許我極端啲講嘅話呢，就索性絕埋肉。即使呢，你 ready 做咗媽媽啦但係呢，其實婚姻嘅關係呢，因着各種嘅原因，或許呢可能帶嚟一啲張力、撕裂啦，甚至破裂，甚至可能喪偶，剩低嘅就自己單獨咁樣去撫養子女。特別喺香港或者喺呢一代呢，係更加多嘅獨力一個嘅母親係撫養一啲嘅子女。
若果而家嘅子女仲係青少年嘅話呢，係更加嘅難搞，因為呢一代係變化萬千，更加複雜，唔知點樣捱落去啊！罪惡嘅世界入邊呢，母親呢個身份對於你嚟講係祝福啊，係抑或咒詛咧？我哋好少咁講㗎。你做媽媽，恭喜你啊咁樣啊，好少咁講。做母親喺呢個罪惡嘅世界時代嘅時候，係愛啊，定抑或係一種責任啊？又或者開始慢慢咧變成一種負擔，一種壓力，甚至係困擾呢？弟兄姊妹，特別係如果你係母親嘅時候，喺乜嘢時候你會開始慢慢覺得你嘅子女係成為你嘅苦惱多於你嘅喜悅呢？又喺乜嘢時候你會覺得你嘅子女係嗰個衰佬留低俾你要還嘅債，而唔係上帝俾你嘅祝福呢？母親，母親，母親，呢個嘅角色身份，你享唔享受呢？創世記2章，上帝冇創造母親，佢創造嘅係女人。母親嘅召命我哋聽好多，你有冇 calling 做母親啊？當你懷孕嘅時候呢，你就係 called to be a mother。咁但係呢，好少會提到你有冇做女人 Isha 嘅召命啊？喺創世記入邊，女人嘅召命係同男人互補，去同樣共同履行上帝嘅使命。當然，佢哋最具體嘅內容就係二人成為一體，與妻子聯合，生養眾多。當時喺亞當夏娃好具體嘅使命係咁，但係今時我唔係講緊只係 sex 啊，唔係性行為啊，唔係婚姻啊等等，彷彿你好似只要揾多個男人拉埋天窗，生養眾多，就好似已經係完成咗你作為 Isha 女人嘅使命，唔係咁樣意思。上帝創造每一個女性嘅心意係乜嘢呢？創造你成為一個女性嘅心意係乜嘢呢？我唔能夠為你去解答，但係呢，呢個係我希望今日每一個母親或者每一個女性你要繼續去問嘅上帝一個問題。我立志講到呢，盡量都唔講太多家庭嘅事嚇，老婆仔女嘅事。今時今日仲可以接受，因為啲仔女細嚇，佢聽唔明，亦都唔太介意。去到小學呢，開始知道原來阿爸係傳道人，上台會講嘢嘅，咁就要好小心。加上今日呢，今次呢個篇講章呢，呢篇嘅講章呢，女人睇過 proofread 授權，所以呢，男人可以分享少少。我分享嘅係我太太嘅事啊。我太太的而且確生咗細路仔之後呢，社交同埋侍奉生活呢都好大受影響，或者轉變啦，影響好似好負面。同朋友出街食飯呢，一定係一抽嘅仔女一齊跟住，見到人哋呢就可以呢好自由自在，但係呢，佢係有好多嘅掣肘。以前太太喺舞會嘅侍奉係敬拜隊嘅 worship leader 亦都係崇拜嘅司琴，兒童主日學嘅老師。以前喺大學佢修讀嘅係表演音樂嚇，咁佢唱歌嘅，所以呢，佢聲樂上面呢亦都甚至考到級數咁樣。喺拍拖嘅時候，當我去寫翻呢個篇章嘅時候，我都憶翻起呢以前拍拖嘅時候呢，同佢聽佢喺舞台上面唱歌、表演、比賽等等。佢嘅畢業論文，大學嘅畢業論文呢，係研究音樂點樣去幫助兒童喺信仰上嘅成長。亦都曾經喺舞會嘗試啦，不過最尾冇做到。計劃呢係喺教會推動呢啲唱遊班，去做啲社區服務，去祝福呢個社區傳福音等等。佢係上帝嘅歌唱者，係一流嘅司琴，喺我心目中嚇，喺我心目中。今日呢，今日佢係家庭主婦嚟緊4個嘅子女嘅媽媽咁樣。
咁就一世啦，係咪啊？咁啊，佢以後呢，就帶住母親嘅身份呢，係即係以後就咁樣係。但我覺得唔係，我覺得故事唔應該就咁嘅完。神創造佢嘅心意係乜嘢？佢今日係一個好嘅母親，佢唔係怨聲載道啊，以前就好啦。佢唔係咁樣，佢仍然好享受同咁多個仔女咧嘅相處。不過佢都不時咧去憶起咧佢以前為上帝所發嘅夢。上帝創造我太太，佢嘅人生嘅使命唔係只係做我哋兒女嘅母親咁狹窄。上帝創造佢 as 一個 Isha 係女人。上帝創造女人嘅時候，佢嘅召命係咩？佢使命係乜嘢呢？各位嘅母親，上帝創造你嘅心意係咩呢？係冇錯，上帝託付兒女俾你哋，但係你就係你喺神面前，你唔係只係某某人嘅母親，而係神所創造好寶貴嘅女兒，好寶貴嘅女人。讓我哋翻去創造，讓阿媽做翻女人。第二，母親節禮物，好多人都會想買啲嘢啦，買個手袋寄俾佢啦嚇，又或者咧係做好多嘅功夫，食餐飯啦，整個蛋糕啦等等。但係母親節最重要禮物喺創造嘅典故入邊呢，其實好可能係母親身邊嘅所有人。若果我哋睇聖經嘅創造觀，人係喺關係入邊被創造，係一種關係嘅存有。我點為之係我？係因為我遇到一個與我唔同嘅你嘅時候呢，我就能夠界定到我自己喺上帝面前嘅身份。上帝創造嘅入邊冇錯係有性別嘅區分 gender 男同女，但係男同女之間有種密不可分嘅骨肉之情。亦都當那人遇上同佢自己好唔同卻係合一嘅女人嘅時候呢，佢意識到自己喺上帝面前係一個 ish 嘅身份，係一個男人嘅身份。嗱，母親更加唔可以獨立而存。母親由咩人去界定佢啊？就係佢身邊嘅丈夫啦、子女啦、身邊嘅人啦，去賦予一種嘅位份。如果我哋想母親唔視自己作為母親係一種咒詛嘅話呢，其實個關鍵唔係母親節買份禮物俾佢，亦都唔係母親節同佢食餐飯打個卡。不過呢啲重要嘅都要 po 上網去分享下，要嘅。但係最重要嘅，原來係阿媽身邊嘅人係要做返上帝俾佢自己嘅位份。首先，作為我哋母親附近嘅人嘅我哋呢，我哋要更加懂得係從創造角度去尊重、去欣賞我哋家中嘅 Isha， 我哋家中嘅女性，不論佢係母親啦，佢係老婆啦、家姐啦、阿妹啦、婆婆啦、嫲嫲女等等啦。嗱，唔係因為佢哋行為好壞，佢哋夠好，我先至欣賞佢哋。而係因為佢係上帝所創造嘅女性，因為上帝嘅創造，所以我哋欣賞，我哋呢睇見佢嘅即係美好。因為媽媽亦都唔係永遠是對的，媽媽都係一個罪人，都係有缺陷。我哋亦都唔需要將媽媽或者只係今日啦就捧到上天佢係完美嘅，唔係。亦都唔係只係因為佢嘅完美，佢嘅行為而我哋能夠欣賞佢，而係因為創造佢背後嘅上帝，我哋去珍重佢。佢哋係耶和華創造嘅圓滿。女性係要等到女性出現啦，耶和華嘅創造先至由不好變為好。所以我哋今時今日，我哋要睇嘅，我哋成為母親節禮物，就係當我哋作為父親嘅，或者作為丈夫嘅，你喺上帝面前做翻好丈夫你嘅角色。唔係，你喺上帝面前做翻男人嘅角色。係做仔嘅喺上帝面前做翻好做仔角色。
或者再講，其實你都係做男人嘅角色，以致當我哋能夠喺上帝面前去忠於上帝俾我哋嘅召命嘅時候呢，其實母親就得着祝福。最後呢，我都想多謝呢，亦都感謝呢，喺我人生入邊呢三位 Isha 啦，女性啦。第一個係我家姐，佢係一個好嘅老師，每年呢去建立呢一批一批嘅中學生。對於家庭嘅大小事務呢，我家姐比我上心得好多。所以今時今日成日話生仔好定生女好啊咁樣，咁就其實好難講嘅。但係我就俾我屋企嘅另外兩個 Isha 兩個女性，大女同細女呢，就冧到死啦嚇！所有嘢呢，一見到佢哋呢，就溶咗喺度咁樣。我有冇第三個女呢？有冇第三個女呢？就唔知。聽日呢，照結構先至揭曉到。但係 Ish 又好 ，Isha 都好啦。其實佢哋都係上帝所創造好寶貴嘅生命。所以母親節，弟兄姊妹，願上帝呢去祝福我哋身邊嘅女人、女性，亦都呢願我哋呢都成為呢女人嘅祝福。我哋一齊去祈禱。天父上帝，我哋獻上極大嘅讚美，因為你係一個創天造地嘅神。你唔單止創造天地萬物，更加你創造人。你喺創造人嘅過程入邊，你唔單止創造男人，亦都創造女人。但願上主，你喺我哋嘅生命入邊所擺放嘅女性，我哋都能夠可以睇見佢哋喺創造入邊嘅美好，同埋咧對我哋嘅祝福，甚至我哋立志去跟從你，以致當我哋去跟從你，去明確去睇見我哋喺神你面前嘅身份嘅時候呢，我哋都能夠成為呢眾母親啦，或者眾女性嘅祝福。喺今時今日喺香港嘅女性母親呢，係唔容易做。若果有弟兄姊妹佢係一個媽媽，有姊妹係媽媽嘅時候，佢嚟到上帝你面前去呼求你嘅時候，知道喺呢個艱難嘅時間做母親呢係唔容易。當佢呼求你嘅時候，願佢都能夠可以學習去倚靠耶和華，去喺你面前能夠專心去倚靠，去以致佢媽媽呢個位份並不是一種捱生捱死嘅一種咒詛，而係一種嘅祝福。特別喺呢段嘅期間，喺香港有好多嘅社會運動下，有好多嘅年青人都有好多被捕，或者係一個有好多嘅法律上面嘅問題，亦都令到好多嘅母親都好擔心。我懇求主你去憐憫，讓到香港人嘅母親們能夠可以呢係一齊嘅係去依靠上帝，去為到佢哋嘅仔女能夠去獻上一個深切嘅祈禱。我哋為到今日眾母親甚至係眾女性，我哋獻上感謝，奉靠耶穌基督名字而求，阿門。